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嗱，繼續咧係數師傅時間啦。嗱，今次呢條片咧繼續咧係講翻啦，點樣咧去處理一啲咧多邊形嘅面積啦，同埋周界嘅。如果咧大家咧覺得呢條片咧幫到大家嘅話咧，記得 CLSS 就係 comment 啦、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咧俾身邊每一個朋友啦。好啦，咁咧先咧講翻咧呢條題目咧做啲咩先。嗱，去到第三個例子啦，叫我計翻咧呢個圖咧嘅面積同埋周界啦。好啦，尺寸咧俾晒我哋啦，單位咧係 cm，大家睇睇咧點樣做啦。嗱，第一個方法係用分割法嚟處理啦。咁首先咧將呢個圖咧分為三份啦，分別係長方形 A、長方形 B 同埋中間咧呢個平行四邊形 C 啦。嗱，先計翻 A 嘅面積啦，就係都係長乘闊就係5乘12啦，計得60平方厘米。嗱， B 嘅面積咧同樣都係5乘12啦，都係60平方厘米啦。C 嘅面積點樣計呢？平四邊形面積就係底乘高啦，個底就係12減60括住佢啦，乘翻個高咧係8，咁等於6乘8啦，計得係48平方厘米。好啦，最後咧將呢三個面積加埋佢啦，多邊形面積就係等於咧60加60再加48，計得係168平方厘米啦。嗱，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填補法。嗱，先睇睇咧個圖啦。我係咧加多咗兩條線啦，咁令到咧呢一個咧多邊形咧係俾一個長方形包圍住嘅。好啦，首先咧要計翻咧呢個大長方形嘅面積，長係5加8加50括弧啦，成個闊12，咁等於18乘12啦，計到216咧平方厘米。嗱，跟住咧計 D 呢個面積啦，就係等於咧底乘高再除2啦，即係8乘6再除2啦，計到24平方厘米。嗱，E 嘅面積咧同樣都係咧8乘6再除2啦，都係24平方厘米啦。好啦，最後咧透過減法啦，計翻多邊形面積就係等於咧216啦，減24再減24，等於192減24啦。最後計到係168平方厘米啦。嗱，跟住咧我哋計咧呢個多邊形嘅周界。嗱，睇睇咧個圖啦。嗱，我將呢啲邊長咧分組啦。嗱，先係計翻咧綠色嗰組，就有兩條啦，係12乘2。跟住啦，到啡色有4條啦，加5乘4。跟住啦，有兩條橙色啦，加10乘2。最後啦，加埋兩條黑色啦，就係加6乘2。咁等於咧24加20再加20啦，加12。最後咧計到呢個多邊形周界咧係76 cm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咧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